各位，今日我錄製呢個節目呢，心情非常之沉重，仲有我帶住一種火，我想拆解下呢一隻進化版嘅寄生怪物啊！大家聽咗錄音未啊？一個81歲瘦到得54kg 喺廚房邊仲要搏命嘅頂爺，佢竟然要面對個親生仔個大仔李永漢喺電話裏面收數式嘅咆哮。佢話你份200萬嘅定期喺度，點解俾唔到我啊？喂，你咁樣做人唔得喎，你有冇搞錯？你嗰日同你講兜口兜面講埋點樣做，5萬蚊一個月，你自己講，你自己話你嘅定期8月開嘅，有200萬喺嗰度，200萬點解俾唔到咧？又唔係一次過要你俾嘅，呢個每個月，我都個即日同。哇！呢句話簡直係挑戰全香港人嘅道德底線啊！李永漢，你憑乜嘢啊？你成45歲人，手腳都健全，你憑乜嘢去謀奪你老豆呢一份保命錢呢？我想講，由我上集講你失敗嘅選戰到而家，你再要利用你媽媽去做一個道德籌碼，去揸乾揸淨你爸爸一滴一汗嘅呢啲錢。我唔係想講你哋啲家庭事務，我係嚟一場全城公義嘅審判啊！吓，Hello， 大家好，我係法國妹。今日呢場 News Digest 一定會火爆少少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記得 like 我條片 ，subscribe 我 channel 同俾啲建設性嘅留言我，多謝。講到五翼仔呢個名詞，全香港人第一時間一定會諗起梅啟明，但我話俾你聽，李永漢今日出嚟呢個新聞，比梅啟明更加令人心寒。梅啟明係攞住阿妹份遺產去打官司，佢名人做名事，佢亦都有認自己係無賴。李永漢呢？你披麻戴孝着住啲唐衣，利用病重嘅施明姐去做你呢個道德籌碼，仲要去攞啲乜醫藥費嚟做藉口，一邊就攞老豆錢，一邊就阻住老豆同埋細佬去見面。最令人嬲嘅係，你竟然係瞞報呢一個死訊10日啊！呢10日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啊？你喺度趁阿媽屍骨未寒，最後一次揸乾揸淨頂爺筆錢啊！你10日之前，你10日嗰度你冇話俾佢聽，跟住之後，原來你喺啲10日裏面已經又敲詐咗6-7萬蚊，攞完錢之後先宣布死訊。呢種行為，我覺得梅啟明都未必做到啊！李永漢，你將呢個孝道當成你自己一個個人嘅商業模式，你利用你阿媽剩餘嘅 value、剩餘嘅價值去供養你全家5個人嘅名牌生活或者政治理想。你呢啲咁嘅自私已經到咗一個瘋狂嘅地步。你唔係冇錢啊！你係唔想用自己嘅錢，你係一定要用老豆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血汗錢。呢個就係典型嘅寄生蟲變形啊！嗰日喺傳媒面前扮晒孝子，喺靈堂面前扮晒大孝子，話自己幾 lonely， 唔捨得媽咪自己點樣親力親為。對比翻今日爆出嚟呢啲錄音啊，原來你喺靈堂喊緊或者好 lonely 嘅時候，腦裏面只係諗緊點樣去搞埋頂爺啲200萬嘅定期。你喺度扮傷心嘅時候，手裏面就揸住張屋契嚟做籌碼。呢一種係一個毀滅式嘅虛偽。真正嘅孝子只會顧全大局，好似你細佬咁啊，會想阿媽去得安詳。但李永漢，你做咗啲乜嘢啊？你將成個靈堂變咗你一個私人法庭，你喺度宣洩你呢個禁制令，唔俾 Agnes 入去，唔俾佢連個花牌你都容不下。你利用你阿媽嘅遺體去進行一種你自己好病態嗰種控制欲啊！大家諗諗啊，一個男人一邊喺鏡頭面前喊，一邊就喺度電話裏面用粗言穢語，仲要用屋契去威脅一個80幾歲嘅爸爸。呢種反差完全唔係一個普通嘅家庭糾紛，而係一個人倫怪物啊！你喺靈堂營造呢一個大孝子嘅形象，今日爆出呢段 WhatsApp 或者錄音之後，你已經徹底寫死啊！仲要碎到粉身碎骨，仲要係碎到直情係好似粉末咁啊！
如果錄音裏面索取嗰200萬係一個貪心，咁李永漢你點可以解釋喺解穢酒上邊你點嘅表現啊？我淨係覺得你係喪盡天良、喪心病狂啊！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發生咩事啊？阿李永漢對住啲親戚朋友，對住啲傳媒擺出一個好似受害者、好似 victim 嘅一個姿態，仲要話我同我老豆同細佬一毫子都冇出過喎。哼！李永漢，你講呢句說話嘅時候，你個良心俾狗食咗啊？事實係點？鼎爺今日公開嘅錄音同埋所有嘢話俾我哋聽，施明姐嘅生前嘅醫療費啦、住院費啦，甚至個靈位啊，或者去到嗰個喪禮嘅大頭開支，就算連照顧工人都係鼎爺出錢嘅，都係佢嗰啲血汗錢啊！你每個月仲攞緊佢500蚊家用啊！入邊所謂包埋嗰啲咩所謂嘅支出，但係你喺解穢酒上邊，你嗰種態度係極度惡劣，直情仲要係有啲挑釁成分添。你唔單止係要錢，你仲要喺公眾面前謀殺你老豆同埋細佬嘅人格。你試圖去營造一個全世界都蝦你，得你一個孭起頭家嗰個假嘅形象。你呢種呢係最典型嘅反社會人格啊！攞完人錢之後，掉轉頭咧就再喺人哋背後就插一刀。你呢個大話咧，唔單止侮辱緊鼎爺啊，你係侮辱緊在天之靈嘅施明姐啊！今日段對話仲話，我成40幾歲人，我連中學都未畢業，我點去搵工啊？點搵啊？點搵啊？我想講翻，2016年你申報嘅職業係藝人，即係你選舉嘅時候啊，學歷咧就寫住中五畢業。你參加九龍西選舉，拎住鼎爺嗰個牌出嚟吸票，結果點啊？你得個幾百票。我想話最低票嘅連按金啊，你都收唔翻啊！錄音裏面仲話自己學歷唔高，搵唔到工。李永漢，你聽住啊！呢個係全香港最廢嘅大話。中五畢業，你可以去做地盤噶。你可以去送外賣啊，你可以去做保安，你可以做司機，做 Uber 司機都得。但你選擇咗45歲人，仲要問老豆攞5萬蚊每個月嘅家用啊？點解？因為你貪咯，你住慣九龍塘嘅豪宅生活，你放唔低嗰種空洞嘅星二代嘅尊嚴。你每個月攞嗰5萬蚊，係你喺鼎爺廚房炒嗰幾多盤菜拎出嚟噶？你計唔計到啊？你唔係搵唔到工啊，係你唔肯去做一啲低微嘅工作，你連 Steven 都不如啊！你覺得自己依然係住喺呢個別墅裏面等老豆供養嘅一個大少啊，大少爺啊，呢種心態其實係你人生最大嘅失敗啊 ！PK， 最後我好想講，李永漢你真係最無恥嘅啲招。攞屋契嚟恐嚇，喺錄音裏面咧仲話屋契喺我手，我掟去銀行，你吹咩？李永漢，我而家就拆穿你。根據香港法律咧，就算你拎住張屋契嗰張紙啊，只要業主個名唔係你，而且你冇入息證明，邊間銀行會睬你？你所謂嘅掟去銀行，根本你就係完全冇法律常識。你呢種係完全冇法律常識嘅零分，你法律常識淨係0分嘅恐嚇啊！你拎住層樓嚟威脅一個81歲剛剛老太太或者最愛嘅人走咗，你知唔知呢啲可能叫做刑事恐嚇啊？嗰層樓係施明姐嘅，或者同係鼎爺留俾啲孫最後嘅安樂窩，你竟然想同佢玩政治啊，玩權力啊，攞籌碼啊！妹姐個哥哥梅啟明衰得起，起碼佢唔會扮大孝子。李永漢呢？你厲害在呢，喺香港人面前將自己包裝成一個俾人蝦到盡嘅長子仲喺解穢酒嗰種好串好惡劣嘅態度，同埋你對老豆呢份200萬定期嘅執着，正好講咗一點。你唔係要親情，你係想霸佔所有資產啊！你話細佬同老豆1毫子都冇俾，呢句說話，我覺得真係笑話。如果鼎爺1毫子都冇俾，李永漢你全家5口過去個7年半食西北風啊！
你個太太去 Chanel 度買包包，你啲仔女入名校，佢嗰啲學費天跌落嚟㗎。李永漢，你嘅演技已經玩完啦。今日全香港人睇到你，唔係睇你喊啊，係睇你點樣將下嗰層樓掟去銀行，將層樓契掟去銀行。我真係好想睇你點樣喺一個81歲老人家身上仲要揸最後一滴血。你呢啲咁嘅仆街，你真係同丁蟹有乜嘢分別？丁蟹咧喺大時代成日講人善人欺天不欺，又話我對你咁好，你點解咁對我？佢同方進新成日咁講㗎。你呢？你連丁蟹嗰一點孝道，點樣對佢阿媽嗰種孝道，你都沒有啊！你連丁蟹都不如啊！鼎爺今日公開嘅錄音係老人家最後一個咆哮，佢唔係想要家醜外傳啊，係佢要正去防衛啊！自己防衛細仔，防衛細仔個太太，佢係要話俾全世界聽，佢養咗一個點 X 樣嘅仔啊！李永漢，你贏咗張屋契咩？但係你輸咗係做人最基本嘅尊嚴啊！全香港人都會記得你錄音裏面嗰種收數佬嘅口吻啊！乜嘢威脅啊？我想話俾你聽，父母嘅血汗錢唔係你理所當然去撳出嚟嘅提款機啊！今日講到咁多先，收火，好興！大家記住 like 我條片，留言俾我，我哋下次再傾，拜拜。